前世界球王，今年高龄37的网球名将费德勒再次写下生涯里程碑。他拿下杜拜锦标赛冠军，同时也是18年职业生涯中的第100冠。费德勒成为 ATP 史上第2位单打100冠的选手，只要再拿10冠，就能登上 ATP 的历史冠军王。杜拜网球锦标赛迎来历史性的一刻。比赛裁判费德勒赢得比赛，教练在观众席上鼓掌，选手高举双手庆贺，这是费德勒生涯第100座 ATP 巡回赛冠军。大会司仪，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8届冠军往前站一步。前世界球王费德勒，我们活在一个所有纪录都要被打破的时代，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，我只是很开心，我还很……无疑是费德勒最大的优势。高龄37岁的他，球场上表现依旧矫健。他是 ATP 史上第2位100胜球员。以现役选手来说，只有32岁的纳达尔还有机会追上他。前世界球王费德勒，今天我在这里赢得100冠，我不知道，我想这是难以置信的。虽然前面几场，当我拿到第96、第97冠时，我开始觉得，好吧，或许100冠是可能的，他确实也是。尽管世界排名已经掉到第7，但是这场冠军赛，费德勒面对刚在澳洲网球公开赛击败过他的西西帕斯，只花了69分钟，就以2个6比4赢下冠军。前世界球王费德勒，一路下来，我能缔造像这样的纪录，当然很好。但我不是为了打破所有纪录而来。不为纪录而活，费德勒却以纪录继续写日记。